接落嚟係第8組，咁雖然第8組嘅組長同埋組員今日嚟唔到啦，但係佢哋預先係拍咗一段片嘅，大家可以細心大家好，我係當中嘅司機，亦都係今次交流團嘅組長啦。多謝呢個交流團俾我呢個機會去有呢個咁嘅機遇去認識唔同 AI 嘅嘢啦。咁初頭即係我收到呢個交流團嘅通知嗰陣，我係擺住一個AI 啊，居然分身咩好悶喎，好冇興趣喎之類嘅心態啦。但係經過咗我呢幾日，即係叫做嗰幾日，佢喺個交流團嘅即係叫講，即係睇唔同嘅館啦，或者之類嗰啲啊，就發現咗，即係原來即係90年代嗰陣，電腦可能仲未普及啦，但係到而家2026，短短過咗唔夠50年，就已經去到即係科技進步得如此之快，係令到我十分嘅震驚啦，認真。咁同時亦都即係感慨，就係原來可以十分即係科技帶俾我嘅生活嘅便利啦，同時亦都諗唔到就係原來有啲嘢可以變得咁快啦。咁要追上時代嘅腳步咧，咁就即係同時亦都同我自己講就係有陣時真係可以即係盡量唔好俾自己渾渾噩噩落去咯，因為可能眨下就可能有啲嘢超越咗你，甚至假設話即係有可能 AI 都可以睇到人哋啦，somehow 玩唔到，即係我希望就係記到自己即係一個叫做有目標去繼續去進班或者咩啊，但係即係喺呢個交流程入邊，亦都領略到少少叫 like 點樣同人相處，或者即係去點樣處理人與人之間嘅可能小矛盾之類嗰啲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我都係第一次做組長啦，但係叫做之前都參加過不同嘅交流程啊，或者叫即係可能係唔係框死喺即係可能喺唔同地方啦。咁我都係一個參加者即係進行啦。但係今次就係可能轉用換咗個角色。係一個叫做組長，叫做點講咧？就係可能要去引導佢哋，或者叫帶領佢哋去進行一啲活動嘅時候啦。咁當初我就係問講真嗰句，我就係有少少壓力嘅。但係我以為即係我擔心嘅位都好多，但係其實有陣時可以，I mean 即係好似即係東大業都叫。鼓勵我或者好支持我啊，咁亦都好多謝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工作人員啦。同時我亦都好想即係大家即係每個人都係有得獎嘅比過咯。咁將時間交俾兩位組員。今次護航之旅雖然我哋去嘅地方都一樣，但係我哋從中學習嘅知識同埋知道唔同。我哋今次去咗機械人小鎮，我發覺中國喺人工智能範疇上有十足嘅資源同埋努力，先令中國喺世界人工智能方面有立啲之地。參觀時我發現未來嘅出路係人工智能係主流。如果我哋而家唔去追求學習同進步，我哋會被未來嘅潮流淘汰。我哋唔單止學習到人工智能方面嘅知識，而係同時學習到生活同待人嘅方式和知識。我今次發現到生活唔可以依靠別人嘅照顧嚟生活，要自己獨立唔係一件難事，只係要踏出第一步先可以成功。今次我學習時勇敢踏出嘅第一步，學習到很多生活嘅知識。今次嘅旅程雖然好完美，但美中不足嘅係就係組內發生咗一啲唔如意嘅事，我哋會因呢件事成為經驗，下次會有改進。最後我哋必須十分嘅感激今次機構俾咗次機會俾我哋見識世界，仲學習到知識。大家好，我係第8組嘅上官美欣啦。咁今日我哋就嚟回顧翻啲6日5夜，我哋喺護航交流團嘅美好回憶。咁咧，呢個都係我第一次參加學校以外嘅交流團，亦都係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個團啦，絕對冇例外。咁我最中意嘅活動就係採茶、炒茶、包茶。都冇諗過真係可以俾我哋自己親手水手去試嘅。對於我嚟講，體驗都好
有趣啦，同埋我都好中意飲茶嘅。咁喺成個 team 入邊咧，我覺得我哋都係有愛、正能量嘅一個團。雖然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但係咧都學識但係我都學識咗好多嘢，人際關係、處理情緒係咁。總括而言啦，我覺得呢一個團而家咁樣回顧翻嘅話，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寶貴嘅回憶。多謝大家。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係第8組嘅梁寶月。你哋有冇試過一直以為某件事情同自己完全冇關，甚至唔會主動去了解佢，直到親身體驗之後，先發覺自己錯得好離譜嘅。喺呢次遊學團入面，就俾到我咁樣嘅機會，真係令我受益匪淺，學到咗好多平時課本入面唔會接觸到嘅所有任何知識。原本我以為自己對科學類嘅嘢係完全唔感興趣，甚至覺得呢啲知識離我好遠啊，好枯燥、好悶啊，我唔會中意噶。但係跟今次呢個遊學團入面，見到好多唔同嘅科技展品啦，即係互動體驗，我先發覺其實原來自己對呢方面嘅嘢真係知識甚少。過去只會用黑白印象去對待科學，錯過咗好多探索嘅機會。喺呢次經歷入面，令我反思到，其實原來興趣唔係天生噶，係要靠親身接觸、親身體驗先會俾點燃呢個火花。我見到咁多先進嘅智能裝置，仲有好多親身體驗嘅科學原理，先明白到其實科學唔係紙上談兵可以做到嘅嘢，真係真真切切咁聯絡喺呢個社會同生活入面，推動呢個世界進步嘅力量。更加令我意識到自己過去嘅知識儲備太過匱乏，對身邊嘅科技進步太過忽視。喺今次交流團入面嘅所見所聞，提醒我自己要保持好奇心，主動探索，唔好再用呢啲有固印象嘅限制住自己。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第8組嘅李子樂。咁喺呢次嘅護航交流團入面咧，我學咗好多嘢。咁另外最深刻嘅咧就係團隊精神。咁我以前細個啦，同埋去到小學時期啦，或者到中學時期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好中意去交流團嘅人。所以啦，我經過學校去好多唔同嘅交流團啦。但係喺嗰段時間咧，我學校啲同學啦都唔係好會去做一個團隊精神嘅一個嘢咯。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將團隊精神掛喺嘴邊啦，但係其實事實上真係冇一個人會做到咯。但係喺呢次嘅護航交流團啦，咁我先可以明白到原來去團隊精神咧係一件好重要嘅嘢。咁即係當如果話隊友有啲咩唔開心啊，或者啲咩困難啊，咁都會去互相都會去幫下手嘅。咁喺呢次嘅護航交流團入邊啦，令我成長咗好多。其中咧，就係令我明白到動漫與書都要行埋嚟呢個概念。咁我想講，其實我喺去西湖嗰陣啦，同埋去嗰啲大學抽嗰陣啦，係發現咗原來而家嘅科技真係好先進咯。所以呢個都會係促使到令我去知道話，原來學習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所以咧，我唔會去辜負大家嘅期望，我會去努力學習。多謝大家。大家好，我是第8組的托金。這一次的主題是復航智能碳之遊，顧名思義，智能也是這次交流團的中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機器人小鎮，它讓我體會到了科技的高速發展。開頭了小鵝機器人用一首劉德華的《恭喜發財》帶我們走進了這個機器人的天地，後面又仔細的探索了一下這個場館裡邊的不同用戶的機器人，讓我見證了一款3D 遊戲體驗的高科技的摩托遊戲。它沒有其他的機器人，比如說發人像呀、下棋，還有一款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非比愛心的機器狗，它們都體現出了現代中國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便利以及娛樂。回顧杭州的電子科技大學，了解內地的教學理念，明白了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差異。負責講解的老師還貼心的給我們解說了香港學生如何報考內地大學，又或者是給我們貼心的解答了我的問題。老師讓我感受得到內地老師的十分的耐心以及體貼，更貼近了當地嘅生活。除了科技給我帶來的震撼，這次交流團還帶我走進了當地的風土人情，考驗了我的情操。乘船遊的西湖那一份美好，或者是與新朋友在茶村裡面一起採茶的新奇體驗。平日裡在香港習慣了高樓大廈的我，竟然回歸到了原始的地基街道生產方式。
它是上映中让我非常珍贵这一段经历。我相信我以后，即使在若干年之后，我也会记得这一段经历的。采茶过后，便是敬茶和欣赏茶，茶艺表演。在一小杯茶，提炼鲜香，带着第一烟的清甜，一口下肚，好像是忘却了许多的烦恼，又或者是只是沉浸在这一当下的这一杯茶之中。茶艺表演了那一位小姐姐，用一双巧手行云流水的翻茶以及注水的动作，在利落中又不失优雅，这让我给同学们体验了一场视觉、嗅觉、听觉的冲击盛宴。到了上海之后又是另一番俗相。上海高楼林立，游客熙熙攘攘，不禁让人感叹到中国发展的是探索。回想这一段旅程，互帮互助好像已经成为了同学们的日常，犹如比如说同伴们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予他们关心，说不舒服的时候给他滴一颗药，又或者是等电梯的时候帮忙按一下开门的键。还有一些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时，大家都已经一开始的慌乱，到了冷静应对，一起想解决方案。我想可能这就是交流红带给我们的定义吧。互相成长，互相进步，这是我在交流台中最大的收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第8湖的刘伟阳。这次杭州和上海的研学让我收获饱满。一路上，我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接触到了很多前沿科技。在杭州，我逛了河坊街，游了西湖，沉浸式体验了江板水乡的温柔风情，还走进了机器人小镇和 AI 梦工厂，近距离接触了人工智能，也让我对科技探索产生了大的兴趣。在乌镇，古色古香的水乡和互联网科技完美结合，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和创新的碰撞的奇妙火花。到了上海，我们去了自然博物馆，既拓宽了历史和艺术的视野，也真切感受到了大城市的繁华和温柔。这次的研学让我明白，文化和科技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以后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在课堂上认真的学习，多观察，多思考，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的魅力，不断成长。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我在这次活动之后，我们一起去了茶僧，在茶僧中，我看到工作人员介绍如何炒茶，我明白到炒茶是需要技巧的，不是胡乱的炒，否则只会伤害自己。我觉得我在这次活动中缺乏专注力，我需要在下次改善自己的态度，提高对工作人员示范的专注力。大家好，在这次交流团中，我去了茶村。在茶村中，我学会了如何摘茶。摘茶并不是乱摘茶，而是用技巧和寻找茶叶上的嫩芽，让我明白摘茶的手法，并不是乱摘。我觉得我在当中没有认真采摘，我需要更加专注和耐心去面对一切，而且好重要。好開心可以參加到呢次嘅交流團。喺呢次交流團當中咧，我認識到好多新嘅朋友。但不過咧，喺次交流團當中咧，我哋遇到一啲小嘅困難，我哋組咧有即力努力去咁解決呢啲困難嘅。不過我哋當中咧，我又發現到我自己嘅不足喎，令我明白咧，我應該喺嗰度我做乜？喺呢次經歷中咧，我學到好多有用嘅知識，最重要喺呢個交流當中咧，我有重新咁認識自己。我相信呢次意想不到嘅經歷咧，令我不生難學。咁叫我眼知啦，就係我覺得呢個交流團可能對我哋大八組嚟講咧，就係探索唔同嘅新領域啦，同例如科技同埋文化領域啦，咁成日都話AI 發展得好快啊，或者咩嗰啲啦，即係可能即係今次嘅交流團令到你有心有體會之餘啦。咁同時亦都體驗到，即係當地保留即係一啲傳統文化嘅位咯，即係無論西湖嘅古民建築，或者叫採茶嘅體驗，令到佢哋都各自有唔同嘅得着嘅同時啊，亦都令到第八組可能每個人即係都係各式各樣嚇，但係佢哋都有自己嘅嘢可以帶走咯，因為例如大家一齊傾點樣去即係自己個下坡啊，或者即係大家發揮自己嘅所長啦，去令到呢條 team 即係越變越好啦，或者叫做 everything 所有出嚟啦。咁繼而4個點就係團隊合作啦。
咁就係匯聚大家嘅力量，就實發揮到呢個嘅1+1係大於2嘅，就係令到即係我哋好多就係團隊上嘅運作，雖然可能當中都有少少即係可能摩擦或者叫唔順利嘅地方啦，但係最後都係有一個完美嘅結果不相比嘅。好，我代表第6、第8組多謝大家。